这个桃园有真侪观光工厂甲农场是配合着振兴券过来加码，打算要阁发500到1000块消费券，互民众要来抢人客。另外，伫个宜兰是有民宿甲饭店联合起来，要送出着800间的房间，互第一线医护人员免费来住。这宜兰县长林姿妙嘛向陈市长来发话，希望阿中部长嘛会当到宜兰来行行咧。冰晶的湖对笑那天，那亲像是天空的镜。宜兰的民宿800款，四界拢是美景，疫情较无遐严重啊，所以即卖会当送一个民宿协会800间的房间，互你住免费。付出最多、默默奉献的，就是这些医护人员。尽一点这样小小义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。拢总有138间的民宿、饭店啊，个农场合作，要用免费的带美券，透过观光局、关护、卫福部，再送予第一线的防疫医护人员。看到3级，大家心情都好，让我们继续热火防疫。指挥官陈市长搭去屏东讲防疫新生活，宜兰县长林姿妙嘛邀请伊去宜兰行行咧。部长希望他能够来宜兰，跟我们呢一起努力，拼经济，拼健康。经济健康拢爱顾，迎接国内消费热潮。除了中央拍算伫7月推动，民众开1000块会当换3000块的振兴券，桃园市嘛拍算要加码，发放500也是讲1000块的电子消费券，会当伫观光工厂上款含带美时阵使用，在地消费热潮，希望讲会当抢到观光人潮。